最近好多喺廣州相睇嘅人問啦，結婚到底有啲咩好處咧？一個人過唔係幾好咩？今日同大家講下結婚嘅好處啦。第一就係有人陪你過日子，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睇電視，一個人睇病，孤單嘅。結婚之後有人陪你食飯，有人陪你睇電視，你病嗰時有人去照顧下你，你唔使一個人去獨自承受。第二就係可以互相分擔壓力。喺廣州生活咧，買樓啊、養小朋友啊，都係錢，一個人壓力太大啦。結婚之後你賺下錢，我又賺下錢，壓力可以相對一齊去分擔下，日子都會過得輕鬆慢啲。第三就係有一個牽掛你嘅人，你遲咗翻，有人問下你打電話，你到邊啊咁樣。你遇到困難嘅人會同你一齊去諗下辦法，唔會等你一個人去閉翳。第四就係老咗有個伴啊，當大家老咗啦，行唔喐啦，有人可以陪下你曬下太陽啊，傾下偈啊，唔會覺得孤單嘅。如果一個人老咗，你連講嘢嘅人都冇咧，好慘咁。咁當然啊，結婚都會有嘈交、有矛盾。咁但係總括嚟講，結婚嘅好處都係幾多㗎。大家覺得結婚嘅好處係乜嘢嚟啊？